係啊，你好啊，又係我 Sunny 啊，唔係做咗14號，係啊，即係做後日，係啊，仲有幾日，依家都冇嘢買喎。係啊，而家收標咯，你有冇勞力士俾我收啊？冇啊。好咯，呢度租約到期啦，通知翻啲客戶，我哋呢個鋪頭嘅租約已經到期啦，咁咧就應該會搬遷噶啦。咁但係咧，搬遷完咧會通知啲舊客戶啊，通知翻啲舊客戶，咁會逐一通知翻啲舊客戶嘅，因為呢度咧做咗好多年啦，所以咧就要搵個地方搬遷一下，因為啲客都大致上都做晒啦，係咯，因為呢啲地方都係做街坊客多。兩房淨係你兩。咁咧，我哋就會喺1月14號咧就會搬遷噶啦，所以咧為免啲客戶落嚟摸門釘，所以咧拍翻呢段視頻通知翻啲客戶。多謝咁多年來啲街坊嘅支持。如果有新地址，會逐一發 email 俾啲客戶知道嘅，因為有好多客戶都通知咗㗎啦。我哋個電話係唔會改變㗎，如果有標想唔要都可以打我哋公司電話或者 email 通知我哋，咁我哋約個時間都會出嚟交收嘅。最後好多謝街坊多年來支持，有機會再見，拜拜。補充一句，電話我哋係唔會轉㗎，如果有新地址嘅話，會通知返啲客戶。拜拜。